各位戰友早晨，今日係10月20號，有個突發好消息，就係美國總統星期五對貿易爭議嘅言論突然放鬆咗，好似送份大禮金，即時刺激全球股市反彈。港股呢個反彈嚟得合時，不過大家要冷靜，反彈唔係大升，上面25,850點呢個位會係第一個大阻力，好大機會會喺呢個位遇到獲利回吐，所以我預期呢2-3日個市都好大機會喺25,000點至25,850點呢個大區間裏面失路行上落市。至於今日波幅我睇25,400點到25,600點，策略係可以揸住貨等反彈，但升近25,850點阻力就要識得減磅，唔好坐反轉頭。Like 同 share 呢條片，等大家齊齊捉緊反彈浪。